Nexus Lite 唔單止係一塊電子白板，除咗書寫教學、畫畫創作，仲有多種教學輔助工具，例如間尺、直角尺同量角器等等，可以配合便利工具，例如 Man 帽子、計時同倒數器等等，提供屏幕分割功能同40點觸控，可以多人同時使用，亦可輸入 PDF 檔案同圖片內容，完成筆記記錄保存，仲可以 QR Code 即時分享，方便分享筆記內容。連接 WiFi 後，可以進行多人投屏，電腦同手機都輕鬆共享資料，可以喺 App Store 自由挑選下載教育程式，遊戲中學習更有趣。提供應用鎖同程式鎖，無需擔心學生亂用。歡迎預約即場試用 Nexus Lite 4K 電子白板。